怎么了？这本就是你的事，朕替你做了这么久，还不行？你怎么来了？都换回来了，还往凤仪宫跑什么呀？妻子的住处，朕为什么不能来？怎么，才占了朕的便宜，这就想赖账？谁占谁便宜啊？你占朕的便宜，是你的身体先亲了朕的。又忘了，这些以后啊，是你的事了。你去给朕泡杯茶。还剩半杯，凑合喝。我这怎么可能喝别人的剩茶？我真是不要命了！喝掉了。先前不还上蹿下跳的，怎么换回来就拘谨？那个男人的身体，做什么还是方便些。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拿朕的身体做什么奇怪的事？奇怪的事？你可知，女王来了。